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今仔日发生大代志，白血条款送出旁，台湾政治气象一新清气款，事实敢有这简单？也有浪子回头金不完，没收参政无人权。你讲我假包，我讲你走浪旁，是毋是以后选举圣人会当再归旁？首先，咱来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民主進步黨的立委江嘉彬。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的江嘉彬。那麼第二位是咱中國國民黨的立委林為洲林立委。大家好，我是新德縣的劉義秋。那麼第三位是咱前台南縣的縣長蘇煥智蘇縣長。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蘇煥智。前嘅台南縣嘅縣長啦，吼，是嘛是即馬台灣衛星嘅召集人。是。那麼第四位是咱台灣律師，以及在美國紐約州的這個律師 Charlotte Lim 林律師，你好。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咱到底來關心吼，拄啊行政議會吼，拄啊開選，政府啊要來掃污，要來避免哦境外勢力來影響到選舉，所以提出了白黑條款。那麼行政院今日通過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甲總統、副總統的選舉罷免法的修正草案，新增加了什麼物件呢？國安犯罪、訛金、搶奪、重大犯罪，啊，個有賄選，啊，甲重罪同刑的罪犯呢，限制不得參選。販售毒品、槍炮及洗錢的，那犯這些罪，那經有罪判決確定，那這些都不能登記參選。那麼另外，你有賄選前科的，經有罪判決確定，也不能參選。那除外呢？那麼對於重大的本刑在7年以上，那麼你被判刑10年以上，判刑確定，這也不能登記參選。內政部來表示講吼，即擺即個修法呢，限制候選人資格，那麼有賄選的前科，有判刑確定的，嘛是袂當參選。那麼黨內提名參選人，如果若燒煙仔湯的代誌，唔那是參選人，這真厲害。所屬的政黨嘛會受到處罰，最重會當罰到500萬。草案要送到立法院了後呢，預計下一個會期就完成修法。講哦，望講在2024年、2024年總統大選就來做適用啊。咱講到這個吼代誌，其實啊，這個選罷法呢，攏講要白黑條款，要排除了訛金搶奪。事實上啊，這是一種競賽。那麼講到講哦，你較像較烏，所以我要先請教到鍾委員。咱這擺民進黨所做吼。就他都要跟林為洲委員咧講民進黨這一次是玩真的，要來落重本，要來食重鹽，要來做到底。那這一次有啥物重點？包括着白血，尤其是終身不得參選哦。是啦，當然吼，咱即馬台灣社會對訛金是介野生吼，尤其感覺講足濟人黑道背景的人，為什麼呢？當是地方議團，當是這個人咧選做議員、做議長。到底事實上是這回事？未來要哪來防止？有人講啦，你知影伊是黑道的，你唔愛選伊就好啊嘛。偏偏的咱的選舉制度，會當選得掉，會當選得掉。這我是感覺講愛對頭前甲後壁，後壁就是講，這種的人互伊選民互伊無法度選掉，這嘛是一種。一種就是講互伊無資格來比賽，這嘛是一種。我是感覺兩種都愛落。咱即馬民進黨提出的這白黑條款是頭前。這種的人，你有這個前科的，你就袂使來參與選舉，袂使參與比賽。當然，才有一寡問題，但也會得討論吼，在有公平性無，有違法憲法無，這嘛是一種。另外一種就是講，兩支腳才會行。另外一種是講，咱的選舉制度，因為即馬多數的選舉吼，有的人6%選票就掉啊嘛。你會講講為什麼有這種黑道背景的人，伊當做會簡單掉？因為選民嘛是大家都有啊，屬龍工鄉都有啊，對無？江湖書海東西啊。有個宮廟的啦，我信徒啦，我是開檳榔台，咱這人吼，6%就會掉啊，
所以呢，我就甲这个人顾好，我就有法度调。所以我是认为讲呢，排协条款，伊只是头前这段，吼，头前这段就是讲，你要来参加这个比赛，你要参加选举，你要符合一个社会认知，讲你会使，因为选举就是要当公职嘛，做民意代表嘛，啊，可能你能区别行政首长的公职，你较严格，民意代表啊，民意代表民众就百种啊，所以我就爱用代表就好啊，这可能较松，这是甲资格限制。另外一种就是你的选举制度，免让互选民伊咧投票的时阵，会用自动甲遮个人区别出来。吼，好比讲，伊伫选举公报顶面有的时阵，爱甲写较详细，写伊的履历表，统统以下做你啥物东西，你即辈代志拢爱写出你来。后阵讲有一寡啥物代志，咱有的人就讲，我的资历介丰富啊，啥物拢要写。我细汉毕业毕业时阵考第1名，我嘛要写，对无？就市长奖啊，嘛要写。啊，有的代志你讲啊，你要写偌济你的代志，但是有的物件你一定要写。啊，这嘛是一种。有的人的过去无爱互知影，伊就藏起来。爱网络啦、键盘可能去甲吹。但这摆还佫无写着吼。嘿，这届的版本吼，这届版本行政的版本无遮，但是立法委员、阮的委员、阮的同事，有人就写讲，你的过去吼，有的过去你袂使藏起来，你爱伫选举公报，互选民知影。当然，这个过去就过去啊，但是呢，人选民讲，你即摆改过自新啊，我会使来支持你，这嘛是一种哦。你的过去呢，可能甲人差较济，较无光彩啦，较无光彩。另外一种呢，就是讲啊，你投票的制度，你安怎好讲，这个人的当选呢，要有一个门槛吼，就是讲，你6拍就调，啊，你就甲这个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行业为什么咱讲乌道？因为有特定的行业嘛。你这乌道的背景，你可能对特定行业影响力，你靠这人票就会调。啊，这种的呢，我就是选举制度甲你限制，啊，投票的选举公布甲你标明，然后头前参选的资格，我嘛甲你限制。当然，这足侪问题都在讨论，但是这次呢，无非就是讲乌金、枪啦、毒啦，啊，都有一个作用的，就国安啦。因为咱看到讲即马世界民主国家民主是开放的啊，但是迄集权的国家、迄威权的国家，伊毋免甲你讲究啊，像讲你个中国。对无？伊内底伊的国境内底网络是无自由的哦。但是呢，伊用找网军啊来外口甲你建立你的言论自由，甲你讲一寡有诶无诶假消息啥诶，这种是无对等无公平，所以咱不得不对外国一寡要恶意要来甲咱扭曲，要来甲咱破坏这个制度，你用民主来破坏民主，咱来甲你。限制啊，这国外的这个法也有这相当的这个限制啦，吼。这是要休息，另外我要来请教到林委员吼。是。他昨钟委员所讲的，讲这摆有较严格，终身不得参选。这你认为是有违宪的这个可能性无？你认为？我感觉袂啦。安怎讲呢？因为咱本来选罢法里面内底拢有规定啊，贪污的，就终身袂当参选啊。贪污罪呢判刑确定的。适当贪污。对，迄嘛终身袂当参选啊，那会违宪头前嘛会违宪啊，搁另外刑法内底关于这买票的这贿选的这那判刑若确定嘛是终身袂当参选啊，所以这已经有2项啊伫咧内底啊，所以你若讲会违宪头前都会使限制这资格消极的这资格会当限制，所以已经有前例啊啦。所以即马这个加几项，我感觉是照安尼甲看是。那根据我所知，委员你家己有家己的版本。我家己有我的版本。咱即马先讲这行政院今日议会通过的版本会使讲包山包海啦。老实讲乌金枪毒以外搁有这违反这国家忠诚。忠诚甲贿选的前科啦，是其他的判重刑的7年以上判决的即个刑罚拢限制终身袂当参选其实我家己有我的版本啊，除了讲这个组织犯罪乌金枪毒以外，我加2项，第做学位授予法。就是学位啦，你咧读硕士、博士，规工写伫咧选举公报内底，咧骗选民的啦。即种你若去用判定讲你咧论文都假。委员敢若针对着学位啊？学位，就是讲你的硕士是即个博士的这学位啦。若是有伪造去用判假，安尼终身袂当参选。
我感觉这有关系啦。啊，互你骗足侪年啊咧。哦，你参选头前20年拢共写硕士，啊，大家因为看到你这选举公报，甲你支持，啊，你即马判讲你咧抄的啦，啊，这吼真正恶质，所以这一点，另外就是酒驾啦，就是啉酒啊，搁开车啊，搁出代志的，这种哦，我感觉哦是足无好的这个示范啦，啊，真严重，是，尤其是有肇事的这部分。我感觉这种无适合来做公职人员，所以应该袂当参选。委员，你他所举例的吼，乌金啊，这个庆毒，这种刑法顶头拢有这个范围，拢有通介入。但是这个学位，这是毋是这个民法嘛？毋是刑法咯？我知。吼，这嘛毋是刑法嘛？我知。哦，所以这学位所有依法，哦，这个法律嘛，伊嘛是一个法律。伊爱个经过学伦会嘛，是，爱去判定嘛，他也可以申诉。伊这造假是无犯罪哦，伊这造假是在刑法在民法顶头，伊无正罪哦。对啊，但是伊我来讲啦，主要就是讲咱这选举公报这个问题啦，咱拄则。所以他蒋委员有讲啊，选举公报写出来。对啊，你规工要共写你朴素硕士。这影响选举。讲，我曾经有朴素，但是做伪造，所以去用取消。这嘛都要写入去。我即摆搁补充一点，我的迄个版本内底哦，搁有一项就是讲毋是消极迄资格啦，就是讲迄个你伫咧选举公报爱拢爱写出来。你若曾经犯过什么刑事的这个记录，拢爱列出来。刑事的记录。刑事判决确定的记录，拢爱列出来，互选民做判断。你讲你要更生人也好啦，弄主回头也好啦，你就甲年份拢甲写出来。100几年犯什么罪？100几年犯什么罪？就我少年。但是揭露啦，甲资料写好，透明啦，透明互选民来做决定嘛。是这个苏管长吼。是。他对两位这个委员咧所讲的，敢有通治本？基本上我想这届修法，而且是讲咱唔通讲一摆就是要到平地。这届修法影响足大，真正是影响非常大。因为咱知影讲这个打击面有够快啦，打击面有够快。比如讲，敢若贿选这条。过去选罢法26条，虽然有规定讲你若刑法142条，144条，就是讲妨害投票啦，是讲你是贿选，那这样子你就是终身无选举权啦。但是因为呢，咱有一个选罢法特别法，选罢法特别法呢，并无列入内底，所以大家拢适用选罢法，所以到尾买票的照常会咱去选啦。但是这个定落去了呢是。买票的拢袂使选啦，所以打击面是足大，可能现有所有在选里长的、选代表的、选县议员的，所有的这人呢，有牵涉到贿选的，以后呢，抓到呢，判决定拢袂当选，这影响就足大哦。过来那么这个除了迄个外患内患以外，包括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国家情报工作法，这若要主任嘛足济呢。等于其实实在应该做一个调查，讲这个通过法案一档会影响偌济人？安尼有偌济人？安尼有偌济人以后终身袂当选举啦。这一群对着政党影响真大。你要看累积10档会变安怎？所以可能就是爱做一个社会调查，讲这个法案的 impact 有偌大。我刚才算讲咱的议长22位议长内面有14位曾经就涉案。是。而且比例超63%，真悬的是。而且贿选上多。是。贿选上多。第2名就是贪污。是。还有诈领公款。是。其他就恐吓啦、妨害公务啦，就这种。是。他说3位拢讲到。这组织犯罪其实坦白讲的，针对治安甲有关的，就是组织犯罪，就是黑帮。咱即摆咧讲帮派黑帮。但是颠倒是即届呢，大家无去检讨，就讲本来呢组织犯罪条例就禁止你参选啦，
就是讲你组织犯罪条例伫过去13条，伊就规定讲啊，你若是有组织犯罪条例判决确定，你就终身都不能参选咯。啊，但是那拢走出来。啊，但是大家拢唔知影这个代志啦，吼。啊，但是原来就是因为组织犯罪条例过去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讲它有胁迫暴力这个条件啦。还有逼迫啊。对。啊，但是呢，组织犯罪条例伫这个大概民国90年大概2017、2018迄个时候修改了咧，已经不需要有所谓暴力胁迫这个条件。哦，譬如讲，即摆大家讲哦，电话诈骗，电话诈骗即摆拢有组织犯罪条例来办啊。意思是较宽松啦吼。对，像你即摆讲哦，林炳文啦，啥物林炳文啦，吼，啊，甲这个郭泽民和88会馆迄，这拢会当洗钱防治法，这马上用帮派来用呢，差不多超过3个，而且是长夜犯。哦，虽然不用暴力，但是呢，这个也是长夜的，也可以用组织犯罪来办啦。所以处理已经有工具啊啦，吼。对，就是讲咱即摆的组织犯罪条例都无好啊，甲用，无好啊，甲掠，无好啊，甲办，吼啊，大家去林炳文啊，再伊伫遐洗钱，啊，这洗钱才讲啊，这规帮掠开来，全部拢是组织犯罪条例，但是即摆敢有甲办组织犯罪条例？拢无咧办嘛。哦，就你互林炳文较早打假球啊，吼，较早即摆雨刷，这个大家讨论真济雨刷嘛是打假球，但是迄个时阵伊才能调嘛吼。但雨刷迄个时阵，伊是无用组织犯罪条例，因迄个时阵要有暴力性啦，啊，迄阵无掠来讲有暴力性的证据。但是今嘛呢，今嘛组织犯罪条例是没有暴力性啊，所以你今嘛像个所谓的这个打假球、棒球，吼，打棒球，哦，这个球员被收买去，那个也是组织犯罪条例的。针对这点吼，我请蒋委员吼，你感觉？这个组织犯罪，这个过去无认真咧查，也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呢，放任这种代志一直发生啊。因为咱过去咧讲罗麻甲乌道吼，是小可有差别啦。人讲大尾罗麻，啊，就是地方上吼，啊，伊就是做歹，但是罗麻无一定去互判刑定罪哦。甚至过去国民党威权时代戒严时期吼，甲你用什么地平专案，甲你送去绿岛的吼，迄嘛无一定有。经过法庭判刑，管分啊，系管分，甚至迄搭政治犯讲，都有违法宪法的问题存在。但你后种讲乌道就无共啊，乌道咱有参考，比如日本，因就有乌道。因为日本人吼，伫日本的乌道吼，引起社会地位是非常受排斥的，因为因的法律甲规定，你要是迄个集团犯罪暴力分子，吼，你后阵一旦去互警方登记，然后甲你认定，吼，啊，当然要经过一定的司法程序，你有当下你无材料买厝啊。袂使有个头路，你袂使有信用卡，系啊，袂使有信用卡。哦，啊，所以讲伊的财产权、伊的工作权，伊拢受到影响。啊，莫讲者，这咱即马讲的是公民权内底参政权嘛。所以咱即马讲的排协条款是讲要安怎防止这乌道来参与咱的政治，替咱政人决定公共的事务。好，啊，这是指参政权。但是参政权伫每一个国家，咱用日本来讲，伊对乌道的参政权的限制，唔拿参政权啊。财产权甲你限制，工作权甲你限制，所以讲我是认为讲，要排除乌道，乌道要安怎认定？啊，咱即马台湾法律内底无乌道这2字啊，咱叫做组织犯罪。啊，组织犯罪伊有伊的要件，咱拄仔咱的所管有讲啊，伊律师出真诶做清楚，有个要件，等即个法律进程后壁定义无共，有定义无共，所以咱即马嘛拄着另外一个问题，就算要通过即个排协条款，嘛有拄着问啊，到底对当时开始算？是啊，哦，是追溯的。啊，过去你所做所以迄阵无即个限制啊。啊，我农主回头进不完啊。啊，即马讲好，即马开始犯即个罪才袂使，往安毋得要听吼，足久以后才实现。所以任何的即个法律的修正，拢会拄着啥？一个想法，啊，即马要甲具体条文，啊，接受社会各界意见，啊来探讨来修改。哇，这议场通通落台呢。这影响真大哦！啊，所以讲，其实我是有一个主张，我是认为讲，即马委员的版本足多，咱会使对这，包括对宪法的保障的人权开始，包括其他国家的例开始，啊，咱来思考，这个法律定落去了，咱可能是10年、20年、30年继续咧用。就像拄仔苏管长咧讲的，每一年你会拄到啥物情，你也先有一个评估嘛。啊，我是认为讲，后阵初期会拄到这种回溯条款的时候，咱可能是用这个。前科记录你要定刑嘛，对不？伫即马开始，你要未来10年内底，只要是安那，你就前科公布，我甲你勘定。
好10年以后可能这条款已经适应啊嘛。你这个时阵若做啥物组织犯罪啊，你以后可能惨情就受到限制。我感觉应用无共款的阶段，用无共款的方法来解决。啊，林委员，组织犯罪吼是一个较新的法律啦，伊是民国85年才有的啊。96年啊哈。哎啦，96年才有的啊，所以96年进前无组织犯罪啊，拢学做啥？管混。管混。啊，所以迄寡你若敢若用这条吼，无够你知？因为佫无够吼。年纪较大的人都无经过这组织犯罪啊。我头接触甲看吼，1000、2000的。咱咧讲即个台北市党部的即个情主对哦，伊就是无组织犯罪，伊是管混啊。管混的，伊无前科呢。你即马讲的哦，讲啊一寡迄伫咧头人吼，电影的头人吼，啊讲较早有卧底，其实大部分拢毋是组织犯罪的啦，拢是管混的啦。因为年纪的关系嘛，只要超过50岁，拢嘛是。这就讲到地方的文化咯。我跟你讲，所以哦，就是讲一项无够啦，所以这届又加上讲这枪炮的，就讲你有有这犯到枪炮条例的啊，啊加这个毒品的，贩运贩卖，啊加这重罪的7年以上的刑罚的，所以基本上你要用几种方式才有法度防止啦。啊，但是其实安尼讲啦，就是讲咱这版本啊送到咱立法院，啊其他个委员的版本、党团的版本，大家都做阵来讨论嘛。因为各国的情形无啥共。委员即摆是罕见这哪力拢有共识呢？我支持啦，支持来讨论啊。拢有支持来讨论对，阮会提出阮的版本。咱即摆先停起来来。看这个美国啊，世界各国人因是安怎来处理我要连线伫线顶来等候这个小罗林啊，这个林律师你甲咱讲看卖，在美国你先对美国开始讲起，美国敢有做任何的限制？美国分2个层次，一个是联邦的层次，federal， 啊，就大家知影的，譬如讲即马就 popular 就红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川普即马伫互人逼告。会当出来选总统无？啊，若是有人有犯罪的记录，会当出来选国会议员、参议员众议员无？啊，佫有州的赞助。啊，即马若是对美国的宪法来看，因为美国有是联邦宪法，交每一个州有每一个州的宪法。啊，伫联邦的赞助呢是总统国会议员，伊无规定讲因为伊迄就是宪法的规定，伊就讲。你只要满譬如讲几岁你譬如讲若是你若要选美国总统，你必须是 natural born， 就是讲你一定在美国出世。啊，你若要选参议员，你可能爱住14年；你若要选众议员，你爱有 citizenship 公民的资格，爱7年啊，譬如讲伊迄有无共款的规定，但是对犯罪的记录伊无特别的规定讲，你袂当来参选。但是较特别的是，宪法内底有一个exception， 有一个例外的规定讲，每一个国会每一个 house 上议院、下议院，你有一个官吏因为恁大家拢是民意的代表，你会当用一个投票的官吏，啊，若是有一个议员，你感觉不适任，你会当用投票的官吏甲伊 expel，expel 就是讲甲伊驱逐，嘿。可以失去这个议员的资格吗？还是讲某一个议案？驱逐了后，就是讲你解除解除迄个议员的资格，所以你会当互人选，但是可能别个议员就是全国的其他议员，若是投票，甲你抵制，啊，互你出去安尼，你就爱 expel， 嘿，但是事实上伊这对差不多200多年来啦。上侪用足侪摆15摆15摆内底14摆拢是交迄种 treason， 就是叛国，还是讲内战的时阵，迄个 civil war 的时阵，有关系，迄个会 expel。真罕的咧用啦吼。其他有一个咧，就是讲 corruption 就是贪污，即个伊就是家己解除互伊家己实质安尼，所以伊有别个方法来限制。但是州的赞助其实规定较严你若是讲要选州的议员譬如讲若是德州是大部分的 felony 咱是讲叫重罪大部分的重罪伊是无爱互你选的。
但是譬如讲有的州譬如讲 Georgia 这个州就是你若是有犯动罪，但是你服刑期满吼，你迄判刑你已经坐监做满了后，出狱了后，10年了后，你会当出来选。哦。所以2014年，在路易斯安那就有一个例，就是进前有一个州长吼，伊就是嘛是犯了一个，可能嘛是交钱有关系的一个罪，伊就做监8年了后，伊出来搁选国会议员。嘛照调。所以有这个例，嘿。这个有这个例，伊有出来选啦，有调无调我唔知，但是我有看到这个例，讲伊有出来选。我知影这个人有照调，是。对。咱若其他咧，比如讲美国以外，州就是无共款啊，所以我就讲，比如讲德州就无爱互你选啊，有的州就是你满10年会当选，有的州就是限制较松嘛，有的较严，有的较松，所以就联邦的层次交州的占处是无共。无共款的，那英国的。若是欧洲吼，欧洲交咱大部分交咱台湾共款，拢是大陆法系的国家。英国是英美法系啦。那我是对欧盟的这个法律吼做一个 research，讲互大家参考。英国安尼看吼，英国我看起来是民主国家内底上严的。安怎严格？规定讲，譬如讲破产吼，你若是因为你破产的人，你有变成你讲你伫钱的问题上有风险嘛，有风险伫的危险嘿，所以伊破产的人袂当选，你若是有人判刑超过1年的人袂当选，其实比利时嘛就严的，比利时是4个月判刑4个月以上的人，就平均有无共款的时间，譬如讲你若是判4个月到3年之间。比利时规定你6年内底袂当选，尼中东锦就袂使选啊？我讲标你个这个馆长啊，中东锦嘛，伊当选人伊就袂当选啊，伊才2年3个月嘛。对啊，若是3年以上，比利时是规定12年袂当选，法国是差不多5年袂当选，意大利是5年到10年之间袂当选，就变成讲。伊的英国上严是伊无一个限制讲，你若是判刑10年了后，你就会当选。我无看到即个 free 的规定，但是普通其他的国家有的就是讲判刑了后，我爱甲你限制，但是我要安怎限制？限制活动，我可能5年、10年、7年，有一个无共款的时间。但是较特别的是讲，真济国家毋是干那判。毋是讲干那动罪，伊有诶是讲动罪你都袂当选，但是足侪国家，譬如讲法国法国诶规定是讲，你若是交钱有关系，你有摕 bribery， 你有贿赂，你有挪用公款，你有譬如讲利益的甲人 promotion， 甲人找位，有一寡交这你滥用公职权力诶，真侪犯罪，伊就变做讲你判刑了5年之间。至少5年袂当搁再选。这真有参考意义哦。这真有参考意义。我是感觉这是足有参考意义，因为每一个国家其实拢有限制，但是限制的程度 level 无共款。但是咱对内面林律师提供咱一个角度吼，就是讲，新鲜拍鼓有时错啊，这个人生犯错啥人无啊？互这个经生人有一个机会这个苏馆长，你认为呢？基本上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咱即届即个行政院提这个法，大概有几个问题，我感觉要提开讲，就是讲第一就是讲，行政院呢竟然迄个草案啦拢无公布，所以社会唔知影要怎讨论啦。我昨日伫遐查讲，有没有草案的？查无呢？就是讲即个行政院即摆要通过这草案是，伊今仔日通过了才互大家知嘛吼。所以就是讲。过去咱这个行政程序法有一个规定，讲政府若要定法规的时候，你得爱先把你的草案公开，公开了听大家意见，召开听证会，召开这个听证会，了后再来做审议，就是讲你伫这个行政法规的行政程序法154、156，拢有安尼规定哦。你即摆咧定的是法律呢，法律的拘束更较大。
所以呢，应该是讲咱要定这个法律进程，爱先甲你要社会大众主要的意志列草案公布，公布了听社会来表示意见，包括国会议员啊、各界拢会当表示意见，专家开一个听证会。我感觉咱这届上过了逼啦。就是讲太匆促，应该要有这个程序。想讲大家爱赶紧有成绩出来啦，就是有点像造势活动啊那样。无啦，咱以后上好新感觉，逐个礼拜都来讨论一摆。另外就是讲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讲这届这个提案哦，欠缺国际法比较研究。哦，你也拄啊看林律师吼，包括迄个彭仁兄，你都把国际的经验提出来讲嘛，你讲这个国际比较经验。咱即摆是一个地球村嘛，咱是要甲世界竞争，所以咱定这个法律影响到每一个国民。所以，观众你有赞成讲，经营人也是某种权利，唔通甲剃断，对，终身剃断，这太无人性嘛，违反宪法。你讲日本嘛，日本对欧德的都要终身剥夺伊的参政权的，日本都安尼啊，但是日本的欧德的整治算真成功啦。哦，这三国主义要创一个，差不多即马只有去开公司啦吼。但是讲某一个程度，就是讲，咱即马嘛是爱鼓励讲，这人过去有做歹，但是嘛是爱互伊更生啊。你像阿国啊，拢讲我最成功的更生人啊，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认为讲呢，这个权利应该交给法官啦。等于讲这个法官本来就有所谓褫夺公权的宣告的权利嘛。等于讲而且这个褫夺公权啊，就是讲你关了才开始审嘛。这个就是当时咱宪法的所谓褫夺公权这个规定嘛。你这么终身不能参选的，终身宣告他褫夺公权呢？所以某一个程度，我认为讲应该把这个权利交还给司法，由法院法官针对你的社会侵害性，过来呢，他有没有污钱就是类似这些当然破产是一个较特殊的啦恶意的破产是有刑责，若是讲非恶意的破产是不一定有刑责啦但是就是讲这个整个由法院看伊的办事来剥夺伊的权利，因为每一个具体的情况不一样嘛咱即摆这是德哥到菜刀安尼规个。无啦，我相信两党伫这个议会内面一定会好好来讨论啊。委员，你有赞成讲经营人有某种程度的参政权无？我听拄则安尼你讲咱主持人甲咱林律师拢有讲到国外的情形其实会当足值得咱参考啦。第一我有听到的，就是讲你要甲限制伊选举权利好了。候选人的权利参与的职权较有关系的这寡罪是较重要的啦。比如讲你要利用职务去贪污，还是讲去卖官去关说有这种记录的因为你就是利用职权嘛，参与的职权较有关系的这个很值得参考。这会当判这个法官来判刑判较重，互伊剃夺公权和终身。会当像他所讲就讲，迄嘛是一种做法啦。但是另外就是讲我感觉安尼啦，要甲限制讲你这种罪有重有轻嘛？对。你7年还是10年还是无期徒刑，这差真多呢。你结果你即嘛伊即嘛是讲7年以上就通通终身不能参选。这7年10年无期徒刑这拢无共款呢。是毋是要甲限制也这个禁闭期是要偌久啦？比如讲，你著犯罪了后10年内，可以坐板凳，坐板凳爱10年，还是20年？这嘛是在讨论。我感觉是安尼啦，甲版本提出来，到立法院一定会开公听会啦，专家学者会当反映问题嘛。各党也一定有版本，大家拢爱接受讨论的但是我最后爱讲一下啦，这届遐冲促成军个涵盖面搁遐宽照你讲你涵盖面遐宽爱讨论较久较对这不是单纯嘛？结果遐冲突真正有留就是讲你造势转移话题的情形啦。不要紧，既然是安尼有当时政治的改革。
真正有当时啊，就是安尼跳跃式的，就要脱这嘛，就是靠迄社会压力，靠迄社嘛，社会压力。就我个人是认为讲，我想要问讲，啊，咱国民党目前即摆的态度咧？我已经家己有提版本啊。我咱党团呢？党团即摆还佫无版本，即摆民进党党团还佫无版本哦。无，民进党嘛还佫无版本啊。啊是。党团因为这你爱写，你知？我因为民进党是执政党啊，伊就以行政院的版本来为本嘛。这无一定哦。有时阵有行政院版本，佮有党团的版本，哦都有可能。但是我有听讲，迄个罗志正委员已经有伊的版本。是啊，咱所以我感觉大家把版本提出来，吼啊，大家来讨论，啊，一定吼会通过比即马较严，较严哦，消极的这个候选人的资格限制啦。啊，竞争人呢，一定会较严啦。至于讲吼。要甲限制几年，吼，还是讲倒一款罪，确定的才会限制，吼，这拢会当来讨论。是，来委员。好啦，我想吼，拄我讲的焦点已经接安尼接近啊啦。其实吼，选举吼，你也总讲用这个拍棒球球赛来看，差不多啦。比如讲，你一个选举你要公正，你要防止人透过这个比赛摕到不当的利益。比如讲，你有签赌，对无？你球啊，拢去签赌，安尼你敢袂使来做选手？吼？啊！你的教练你有人收钱，哦，啊！你敢袂使来领到这个球队，哦？比如讲，啊！你这个球赛咧进行当中，有一寡影响比赛公平的方式，你去收买这个裁判，所以咱就讲，这场的民主的选举，你就想到一个比赛。所以我西方的国家吼，都要听到迄个律师咧讲，英国的咧，都差不多安那。你也总讲有犯规，比赛当中即马咧世界杯咧踢骹球对无？比哦，你啊落场啊几分钟以后你才在上场，吼。啊，有的是禁赛，比如讲你自由啊，吼，啊，你真的你3年以来袂使参加比赛。其实我感觉思考差不多啦，就是讲一个民主的选举，咱来保障这个民主选举公平性，嘛袂使互人透过这个选举摕到的这个职务，你来影响，还是来摕到不当的利益。所以我讲，咱就把这物件起来像乌金清毒，啊，到国安外国的势力，这就是咱民主社会，咱无希望讲有这种的人来影响。啊，至于讲你有这种的前科，你要让选民知影，或者是讲法官来判刑，伊用来替代公权几年。但是我感觉甲苏律师咧讲的、苏馆长咧讲的吼，有影有一个问题啦。过去咱的法官吼，总独立的啦。你若说要判刑的时阵吼，你要甲出特公权吼、特公权、拨特公权，你来判刑内底吼，迄必须要讲法官做有意识的哦，也是起诉叫做讲哦，这个人吼都可以参加比赛，这个人可以参加选举是袂使，安尼比如买票。所以一般来讲，买票啊，还袂定法律进程，嘛是有特公权。但是咱即马就用一个法律制度，比如讲你有犯着这罪名的，啊有一定的刑度顶面的，看你的履行哦，你的刑度愈强，哦，啊你若种犯关5年的，哦你可能关出来5年以来你袂使参选，关10年的你可能关出来了10年袂使参选，有一个比例，哦安尼轻罪甲重罪，哦比如讲我是球员对无，我若阵禁药我学袂住。啊，可能你3档袂使参加比赛，这足严重的。啊，你若总讲你有去共签赌，哦，可能你有这个行为，我甲你禁2年，哦，类似啊，你要有一个比例原则啦。所以我认为讲这个物件起来讨论，这是行政院吼，今仔日才提出来讨论的嘛。这是行政院例会第3833处。当然，这个时阵提出来讨论条文，行政院讨论了，就像拄苏馆长讲的，照行政听诉法，你也先公告嘛，互大家发表意见嘛。但是有当时啊。社会感觉重要议题，行政院赶紧摕出来，但是摕出来了，伊就完成伊的动作了，伊送来立法院，一读了交委员的审查。这个过程当中，阮就是有党团的版本也好，还是要开公听会也好，党会使来讨论。啊，但是我嘛认为一个原则，一个遮重大的案件，吼，遮重大的议题，咱无适合讲啊，为着讲啊，倒一厝的选举，要赶伫迄个选举进程，咱甲通过。这吼嘛是爱思考，啊，至于讲拄讲的迄个更生人啊，像外国的嘛，就无这个问题嘛。你关出来了一段期间，哦，我就甲你限迄个期限嘛。浸水桶，浸水桶。你讲啊，你规世人袂使参选，了阵规世人袂使参选，你迄种关30年出来，啊，到30年，啊，你用咱的性命对，啊，你要种判终身徒刑的。人有这个福气啊。啊，当然啦，所以讲我是认为讲要大家讲终身吼，规世人袂使甲你参选，剥夺你的公权，这个。可能就违反宪法的问题，但是后阵照其他国家的例来定，应该无安尼这个问题。好，所以你后阵动罪，
关愈久的，你可能出来了，互竞赛、竞选较长。啊，你后阵较轻的，你可能较轻、较短。啊，你后阵你的罪名较严重的，可能来竞赛较久。你的罪名较轻的，甲你禁较短，这当然在讨论啦。是，咱头已经慢慢理出一个原则啦，吼，有这个比例原则。但是我希望吼，馆长你甲咱做一个小可整理，吼，观众朋友小一个概念咯。咱这一处的这个修法当中哦，上重要的精神是要道德圣人，吼，还是要咱的政治要较澄清，是要倒一种？因为我实在是感觉真好奇啦。其实哦，若讲吼，真正有影响力的人吼，你若是地头头人也好，影响人呢，伊免做什么议长，免什么议员，这个脆配小可顶一个3、4个花落就开始来处理啊，啊，这敢有效？这基本上，譬如讲，这个若是有影响的人啊，那么伊就咱叫立法委员去甲帮派的小弟特见呐，那么就。最近馆长咧指某一个立委讲啊，迄个台馆长迄个凶手啊，那结果咱立委讲啊，我的选民服务啊，甲这个帮派的小弟安排增建特建啊，这个国会议员要不要禁止这个事情？国会议员以后你袂使介入这个代志嘛？两个就来问啊。对，就是讲啊，这国会议员要不要通过讲啊？以后国会议员啊，莫去安排什么特建、增建，这真麻烦呢。但是另外有影响力的帮派老大来敲一通电话尔啊，拜托人就服务啊，对不？所以他有影响力啊。同样就讲来，这个总统敢袂咱叫一个有1000专案去做国策顾问，吼啊，这个党内底敢有中常委敢袂使有这个1000专案呢？啊，这是党内面的规矩。对，啊，到即届就无处理党的问题。党内底敢袂咱做主委，敢袂咱做纪委，就是讲党的排黑条款无落实啦。是这嘛是一种国会议员爱有规范，国会议员甲帮派，因为关键是帮派嘛。等治安的问题、黑金的问题，关键是帮派。啊，你帮派，你国会议员应该跟帮派要有一个分际。划清界线啦，吼。对，过来就是政党的执行的决策者，才应该帮派也应该排黑嘛。但事实讲吼，馆长你也这个有实质影响力呢。你也踮咧地方咧，即种过吼，有当时地头的老大的吼，咱就莫甲得失着吼。啊，你若莫犯罪，你井水无犯着河水啊，吼。那是通常一般的这执政者是安尼，咱无一定，咱做执政的人，咱无一定一直一日到人甲尻川后甲对，讲啊你有犯罪嘛，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嘛，吼。无唔对，啊，但是就是讲袂使讲哦，伊叫你甲做一寡这个特权性的服务，就事就端，等特权性的服务嘛。就我马上来问林委员，你敢有赞成啊？迄个其实吼，增建特建吼。对阮来讲哦，是一种选民服务，但是哦，嘛是一种困扰啦。老实讲啦，负担啦，负担啦，所以若讲要限制看对什么对象，比如讲你若是恶道的对象，你甲限制，看是什么罪嘛，看是起诉的是什么罪，什么罪型，什么罪型啊，哪一种犯了什么罪啊，这个去讨论，我们都支持啦。原则上啦，其实哦，我跟你讲啦，拄则迄个馆长吼，你讲哦，拄着这种情形哦，阮啊一般做立委哦，是避之唯恐不及啊，尤其是以刚刚犯罪的，你知道吗？那个社会，我安尼你也敢去看伊，老实讲我唔敢，好，因为我是社会焦点呢，我唔敢，因为我他问的吼是讲。党团的意见呢？你认为党团敢会来答应这种代志？有可能啊，哪会无可能？哪会无可能？可能啊！因为我讲啦，阮叫阮去特建哦，迄是真正讲有朋友哦，迄咱是发自内心的，无大部分拢是服务的啦，选民服务啦。就是服务真麻烦啦。服务哦，你若法律安怎规定，阮就安怎做嘛。这敢若阮咧做选民服务。安尼颠倒好的意思嘛，我是无什么意见，就是讲你若要安尼规定啊，阮就安尼做。总委员你，其实呢，我讲莫讲遐尼严重的代志，咱讲吼，迄阵啊，做民意代表吼，定互受人委托啊，投我买车票。较早吼，各种事业啊，代替是国家开的啊，买无票拍无啊，来，找民意代表去讨就有啊。即马咧，
即马你讲你要讲啊，找委员，我甲你开一个条，我讲啊，你去票歹势弄出。其实我是感觉民主社会愈来愈透明，透明就是一个同好的药方啦。比如讲，本来为什么行政机关为什么互民意代表一个猫咪小块特权？因为有当下一寡情形，公务员伊爱担责任。我讲一个例，当然我是同意讲林委员所讲的。我讲咧，比如讲受刑人，伊要出来看老大人，后种老大人已经要走啊，还是讲要参加伊的告别式，照讲啊是会使互伊出来。但是拄到什么情形，这个受刑人袂使出来。比如讲往生的，也是要走的，毋是伊的老大人，是伊姊妹啊，还是兄弟，对无？我曾经处理一个例啊，就是讲一个姐，伊足疼的这个小弟，暴力犯罪，抓去关。但这个姐有先天的病，要走啊。因爸母想讲，安尼无互伊出来看，袂使。法律讲袂使。伊毋是大人啊，即摆安呢？啊无安尼会使你去看无？我问题大条呢，变做因姐也去看伊，用救护车刷伊。啊，你讲教的人敢敢准？唔敢啊！啊，结果若找来民意代表，阮来甲讲安尼无即个例，阮甲摆一个特别会见，吼，啊，互伊坐救护车，互因姐也看伊最后一面，啊，伊才转去。像即种的特权，我讲是特权，是足少的例行性者。你后种民意代表，你叫我来做，我愿意啊。我用公开啊，因为咱做民意代表就是体查讲法律的规定死板，总是有个人伫即个死板的规定内底，伊无得得到救助。你要行法律的程序上慢，所以变做民意代表出面来讲，啊，我即种的例，咱社会上是会接受，但是爱公开透明。所以今仔日你后种公开透明，讲你立法委员你来安排啥物物件，你爱有一个记录，啊，时到人要甲你检验讲你当咧替咧大老板，这。贪污的，还是讲去安那？安尼这种你都唔敢嘛。所以我讲透明、公开是一个足好的药方。你这样应该防知影、正人知影、自然理人、正理礼物，伊就爱限制啊。我要就这个透明的这样代志来请教到这个林律师哈。律师伫美国哈对着这个美国的这个选举文化其实对台湾嘛相当的了解哈。你认为台湾即马咱即马一收落去，是要选圣人呢？还是希望对着这个政治文化有所改善，敢有可能性会当自处来改善，还是讲其实还佫有其他的药方？我是感觉你若是参考日本的上严的，伊是我听伊迄石板民夫伊咧鼓励在日本伊是你若是演艺人员甲政治人物，你甲乌道徛斗阵。你就可能爱互人批评，你就可能爱后摆就袂选着啦。若是你讲伫欧洲，头就讲有迄个法律的规定，所以嘛是有人会去选，但是亲像伫英国，因为因拢足重视 honor 荣誉，所以伊就想讲，你若是有判刑过，我就袂找你比如讲你若是家族的，我就找你小弟你就袂当去出来选。但是伫美国。头拄讲联邦交总统拢无限制，我有看到一句话足趣味的啦。因为伊讲这宪法的规定，头拄大家咧讨论讲有违宪无？因为这个宪法其实有法律的意义，你要保护的公共的权利、公共的利益，交这个限制本身两个轻当，你爱去权衡嘛。你咧权衡，譬如讲我举一个例，疫情。美国就无限制你的自由，但是欧洲就有限制你的自由，因为伊感觉公共利益，我爱采取不同的手段。但是伫美国，伊就讲一个选举的人，伊若犯罪，伊互人去互人选，会选着袂？这个是伊的政治的 burden， 就是讲伊的政治的负担，毋是伊的 legal 的 burden。所以我伫法律内底无限制伊，但是伊爱负政治的责任。爱互选民，参照多来宾讲，你有才调，你选会调，你就要好好行事，无阮是斟酌甲你看。公开，你爱，譬如讲，你已经，伊头内底有写一寡条件，讲，譬如讲，你已经服刑期满，你有没有任何其他犯罪记录，你有交代你的代志，所以就讲头拄讲话迄公开透明，你会当对你的选民交代，因阁倾选互你。伊就无话，所以嘛是有选调的。这是选民的负担安尼，对，这都是两款无共款的。但是你讲政治文化会改变未？我感觉会改变。为什么安尼讲？因为
每一个宪法其实是人民意志的集合。譬如讲，咱在台湾，咱就会当接受讲，为着疫情，我互人规定较严的，因为咱爱安尼，咱爱安全，对无？同款的情形，咱若爱台湾的政治较清气，咱就可能即马法律爱较严，但是严爱偌严，严爱，譬如讲要规定几年，还是讲啊，啥物罪，啥物款的罪要规定。讲爱较有比例原则啊，吼。爱有比例权，啊，佫有一个最重要的吼，因为头拄仔林委员有讲到一个学位授予法，迄个我个人是无赞同。譬如讲头拄仔苏馆长讲的，我赞同是讲，因为你一个经过法律程序，伊是一个独立的司法程序，伊会互人挑战，伊有 due process of law， 伊有正当的法律程序，伊有其他足侪，譬如讲你若是回避啦，哦，辩护人呐，有足侪司法的规定。那你若是经过一个法律判决、褫夺公权了后，安尼大家无话讲，因为你可会当上诉再上诉。但是你这个学位的授予法，每一个学校有的学校就严，有的学校就松，有的学校因为伊是名校吼，伊就特别严。啊，每一个学校拢规定无共款。啊，这若是佮加上一寡哦，有的讲学店呐，有的讲啥物，一寡争议，伊根本就无一个标准。那你要用这款的这个方式去限制伊宪法顶头的参政权，这个法律的限制就是太过严，你就啦吼。对，安尼就无合理啦。所以我是感觉头拄仔大家来宾讲，我就是 echo 一个，就是我是感觉政治文化，咱会当决定，即马咱的台湾的选民，你会当接受外观的标准。是。这个标准就应该是咱立法委员修法的一个心内的迄 bottom line 的底线。好，感谢律师吼，因为时间有限吼，我上后尾这3-4分钟吼，请每一个人对着他都律师，尤其他林委员吼，讲到林委员这个代志，我请馆长先。是，我想这个要安怎去防止黑道，大家拢重视啦。黑道参政，这大家拢有重视，但是这个制度开始太侪人。全国的人拢影响着，所以咧，会当心中呢，甲国际经验，集思广益，集思广益，再做最后决定，不要一时的政治操作了。谢谢，来委员。我回应一下啦，就是讲这个学位吼，抄袭的这个问题啦吼，我感觉这真重要。虽然伊毋是刑法啦，但是伊也有救济定数啦。后比如学论会，甲你判定你就抄袭，你用救济。救济，所以有行政救济，迄拢有，所以到尾也有，一定是用到尾的结果。迄对于我来讲，迄代志是真严重，比判1年2年搁较严重，判刑法的1年2年3年。这是道德性，迄是欺骗呢。你用这个选举公报，共欺骗讲你有学位，你读台大还是读哈佛？这严重性哦，迄个道德瑕疵哦，绝对比迄个用判刑1年2年较严重啦。所以我是安尼啦，就是讲提出家己的版本，即要排除即寡乌金请毒，我相信哦，即届是有真大的共识，所以把握这个机会啦，甲大家版本提出来讨论。但是我咧讲啦，上紧的这选举嘛是2024年啦，但是马上这个气氛就来啦。所以这吼，是有一寡时间，每礼拜有当来讨论会当开公听会，有各界的这意见会当甲接纳，各国的各国，为什么？迄个例子，人伊立法是安怎立，拢甲收集起来，安尼就会完整啦。好，来委员，民主国家关键伫选举。选举要有效果，都爱公平。要达到公平，比赛规则爱清楚，尤其爱透明。所以我认为讲，只要伫咱咧讨论选罢法内底，要咧排除误导，主要咱来思考咱的目的。目的就讲，即个选举要公平，爱有一寡影响透过即个选举来摕不当利益的人，还是用选举得到职务来影响社会、破坏社会民主的人，咱当然爱想办法，互伊无法度来选举。就亲像一个球赛。
有咧食、有咧签赌的，你就袂使互伊来，爱甲大基础价，但是爱符合比例原则。至于讲选民同要求是公开透明，有当时啊呢，你透明公开了，选民伊自然会去选择。比如这个球赛，啊，阵定咧拍假球。刚刚林律师讲，我就袂买票去看嘛，无人买票去看，这个球团伊嘛经营袂落去嘛。所以我认为呢，咱就用一个球团的比赛来思考。观众选民就是咱的观众，选民观众伊也有伊的选择权。伊要买票，要唔买票，你互伊知影，透明公开，互伊资讯知影，讲这场比赛有公平无？会拍假球无？当然，咱嘛爱一寡规则去限制一寡有前科的人，禁赛，禁赛一段时间你袂使来。但我强调，透明、符合比例原则，互选民有选择的机会，这是未来修法咱的3个重点的原则。是头拄啊，阁有即个馆长阁有提醒着讲其实本队即个法内面都有即个法则头来法就讲你过去有即个组织犯罪的人，你就法官爱严判。爱严查检察官严查起诉，法官爱认真来即个判决，才有通救济，而且源头来处理，亲像即个委员讲，酒驾，饮酒赛车，是毋是要来摆？